有法兴旺着上天的慈悲，所施的丰慈，师尊师母两个老大人的大德，以及咱老先人五大牺牲的精神，二手大仙单元人的慈悲，修仙人、不仙人，以及各位真堂主对佛法的提拔，咱的前人者对佛法的鼓励、宣传之下，佛法才有做出体现，而且咱大家共同学习就得救。可是遗憾的是，佛法在所发展，因此在报告的过程当中有所不足，在所难免。加之呢，在学习的过程有所偏差，甚至有言不达意的所在，甚至有敢若冒犯的所在，盼望咱诸位前人会当多多甲佛法的谅解与包涵。那么咱拄则。咱的陈讲师讲到着这个国心中，老祖圣人依照着宇宙当中有一个不可知、不可见之神。那么这个神叫做道。那么伊来讲这个道，伊就显明叫做无食门呀，无食生呀。咱讲无就是一个门，这个门叫做生门，一切万物都从这个生门出去。所以讲，这个为之宝。那么，这个宝伊充满着生机，所以绵绵欲存，用之不尽。伊存在这个天地当中，互咱无感觉讲伊有存在，可是伊的生机遍满一切宇宙当中。那么，伊的用永远用袂尽。这个堪称是神，堪称是道。所以，老祖圣人伊拢会借着无共款的角度、无共款的物件来形容这个道。因为道无形无相歹讲，爱借着有形有相来讲。那么，佛法要报告学习这种叫做无事宗。咱拢知影，咱讲大公才会安怎无事？真正达到大公才叫堪称是无事。那么，什么叫做大？道者大呀，道者公呀，叫做大道，叫做公道。所以真正诶，大公叫做公道，所以讲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。道伊诶运行去到任何所在，整个天下、整个宇宙，一切是无私诶，伊是公道诶。但是道诶无私，咱知影，但是伊佫歹形容、歹讲，所以老祖圣人才来借着天地，借着圣人来甲表示、来甲形容。所以这种无私中，老祖圣人伊会借着天地无私，借着圣人的无私来讲无私这件代志。所以，那么佛法呢，就来进入咱今日而且个本文咱大家对念啦含佛法做伙念，天长地久，天长地久，天地之所以宁长请久者，天地之所以宁长请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终生。故能终生。时以圣人，时以圣人，护其身而新鲜，护其身而新鲜，为其身而新存，为其身而新存，非以其无私也，非以其无私也，故能成其事。故能成其事。拄啊，国心中含无事中，这本文拢无介长，那么无介长，就咱用较侪物件来讲，好，咱来继续看。天长地久，天地之所以宁长请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终生。这段话就是老祖圣人借着天地在咧讲道的无私。那么伊的无私，为什么会当互圣人做来比喻？伊的条件一定要具足。所以圣人伊要比喻一项物件，拢非常的慎重。足慎重，因为确实讲这项物件无符合道，要如何来代表道？所以讲圣人咧用物件，无论一句话也好，一项物件也好，伊拢非常小心，非常的谨慎。为什么？这就是伊的智慧。因为咱要借物件来比喻，这来靠伊的智慧呢？因为天地是道的代表者，天地是道的代表者。
咱整个就究竟甲看，一定会拢会讲到天地，那么天地讲了，一定会讲到圣人。所以讲，即种就是讲，即个天地来讲的道无术，因为天地是代表道的代表者，真正会当甲把道的无术甲表现出来，咱来看天地，咱来看天地。因为天无失道，生机高明，迄就是伊无失去道哦。因为伊无失去道，才能代表道。就是因为伊无失去道，生机高明，果者无所不服，名者无所不教。所以讲，伊无师服，无师教，产生伊的高明。你来看，任何二龙讲也好，雨也好，落落来你看。若讲一枝草一点露，这枝草虽然足细枝，毋过共款雨露共款去在滋润，天地共款去在照，共款甲保护。那么地无失德，生机勃发，因为地无失去伊的德，伊无所不包，朴起来，非常的广阔，无所不容。为什么？伊的无私，伊就伊的无私才能达到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容。那么地伊的教。搞到安怎？任何的物件拢去来施载，所以咱今日会当在这天地当中人啊，靠地义的教。因若无，咱任何的物件在天地当中已经是确定的，可是道义的教，就是伊的德的教，就是因为伊无失去这个德，所以生机勃发。所以中人讲过天地为言，万物用。天地无失位，就是无失道。咱一个人也好。咱一个人若失去位，今日做老爸失去位，就失去老爸的道；今日做囝失去孝，就失去做囝的道。所以天地无失去迄个位，万物欣欣向荣，万物得着生，万物得着生花结果。这是要讲天地哦。人讲为什么咱堪称互圣人甲形容讲天地无私代表着？因为天地有万古，万古之一心。咱若看本文，天长地久就是讲天地有万古，咱人呢，敢若一个人。所以咱若讲过世了，我叫做做古。咱人生命短暂，毋过天地是啥？久久长长有万古。所以咱过去所讲讲，古人不见今时月，今月暂今照古人。今仔日的日月，捌照过古早人，但是今仔日就无看到古早人。为什么？咱人人生的关键，所以天地有万古，万古加一个心。这个心叫做啥？心不心，这个心叫做无私心。伊加一个心名，互万物来生。那么伊咱互万物来生，就是啥？伊就无私。所以一食无私啊，一食无义，叫做平等。所以天地对天地万物就是啥？都是平等无私。所以中庸人讲。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尽也，其为物不治，则其心物不彻。天地道，伊就是句话起来，来形容啊，足完整的。就是讲，伊对万物无疑心，伊是无私心，伊是平等的心。那么就是哪？伊就是有一，伊敢有这个心不心，所以心物不彻。天地间的万物，会使讲有够多，无论生物、动物、动物、空物，一切有够多。互咱我起来测度讲到底这个万物有偌济？为什么？都是天地所生。那么既然是天地所生，就是啥？就是道所生。道所，所以天地有万古，万古这个一心命。咱人若有二心，就偏心命。咱人若有二心，就偏心命。可是天地到现在，伊的心无变，无私，所以伊会让堪称代表道。那么讲到天地，伊会让代表道了，要来讲天地为什么让天长地久？这段话虽然是咧讲天地会寿，咱咧讲哇，人称赞天地天长地久。咱人感叹讲，咱人人生的关键，对少年出世，对囡仔出世，甲咱老爸为命，这段时间会使讲非常的短暂。但是天地伊会当天长地久，一定有个原因，一定有个道理，就是哪？生生之理。
天地可以中心已经有道理，世间无离开这个理。这台电脑会当做你这个所在，一定有一个理；这个倒来会当做到这个所在，会当一定有一个理。这间厝这间房咱起来一定有一个理。所以天地咱达到中心一定有一个理，这个理是不变的。所以不自生，万物必自生哦。天地伊就是无家己的生，万物才必自生。迄叫做成生啊！我的生嘛是生，互万物来生，来生叫做成生。这个成生到底有偌济，咱唔知，咱唔知。那么不自成，万物必得一成啊！你天地无自己来成就自己，伊互万物来成就。所以讲，整个的万物透过天地来生，甲伊生，甲伊成。改心，互伊咱达到开花结果，都是靠天地呢，靠着天地伊的无私心。所以天地生成万物，万物就附在天地。当这个天地来生了一切万物了后，万物才来附在天地。这个天地才能丰富，这个天地才能水，来自什么所在？来自万物。如果讲今日天地若是自生尔，无一切万物，这个天地是空空的。那么，既然天地空空，就无法产生天地伟大、天地价值，就是因为天地有一切万物的存在，才成就万物伊的伟大所在。所以，天地和万物是哪？是生命的共同体。天地来成就万物，万物来成就天地，所以固定中心啊，这叫做不自生的道理。所以这段咱过去讲，咱拢知影天长地久，但是唔知影天地为虾米遐久长，咱唔知影。其实透过这种，互咱知影天地伊的久长来自不自生，来自于不自生，互万物必得生，互万物来成就，是到尾啊，自具中心，甚至来成就天地天长地久。咱讲我为人，人为我。咱要互别人来为咱，咱先来为别人。天地互别人，天地互万物来生，万物才来成就天地。迄叫做成生之理。那么这个成生之理叫做消长之理。天地不自生叫做消啊，互万物来生，迄叫做长。迄叫做消长之理。所以亲像你咱讲。咱人以天地当大义，不能以天地当中就食好呀。改因不必消长之理，已经甲你道破天地和咱人的差别差在哪里？咱人生的关键，天地长久，差在咱唔知影消长之理，唔知影不自生的道理，唔知影不自生的道理，唔知影无私的道理。所以你今日研究道理，互信的人讲，原来咱人来到这个世间，拢是自私自利。因此，咱才会团结，咱的生命才会团结。如果讲咱有一天会当效法天地无私，咱嘛会当成为天地共款同中久。那么，咱讲咱唔知影消长之理，互我借一个故事来讲。过去呢，有一个强盗叫做简道道，伊在生是杀人放火，若讲歹事做尽啊。有一次呢，在深山咧行，在行的当中，在土沟看到一只独细只蜘蛛。这个时阵，伊的脚想讲要来打死，但是呢，起一个念头，这只蜘蛛独细只，过嘛看足古锥足可爱。我若甲打死，嘛够可怜啊！我起一个善心善念，甲我放伊走。代志经过无偌久，这个大道见道道来过身去。那么伊过身了后，落了无间地狱，落了无间地狱，因为哪？伊在生时阵做恶道端，落下了无间地狱。有一次呢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极乐的世界，莲花伫迄个所，也咧行来行去散步的时阵，看到迄个在莲花地当中看到迄个地狱的时阵，真侪鬼魂呢，
在无间地狱也咧受苦，在苦在甜啊。伊中间看一个剑刀刀，伊讲这个人呢，伊在世的时阵起一个善念，放生了一只小蜘蛛，释迦牟尼佛起一个慈悲的心，拄好在这个莲花下面多一只蜘蛛，释迦牟尼佛用着伊的佛力放下一条蜘蛛丝落，落去这个无间地狱。当这个大刀剑刀刀的时阵，看到一条蜘蛛丝，非常的欢喜。啊，是安怎？哦，伊得到一只生机啊！伊赶紧看到这条蜘蛛丝的时阵，赶紧咧开始救，一直爬。结果伊爬到一半的时阵，后面的鬼魂同款一直爬起来。这个时阵，伊非常的生气。伊讲这条蜘蛛丝是我的啊！是我看到，我发现到是我的，恁袂使爬起来，恁赶紧落，啊若无呢，到尾会断去。讲了后，敢有断去？我啪着让我断去，所有人拢挂落。你也想，人讲呢，伊念的自心就一线的生机。伊在世的时阵虽然做恶做歹，但是起一个慈悲心。这就是一线的生机，释迦牟尼佛要用佛力来解救，但是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伊起一个私心，就自断生机。起一个私心尔，当叫等于卡斯讲，伊若有迄个无私心、不自心的道理知影了后，大家做伙起来，一定能得到生。可是呢，伊起一个私心的当中。所有的生机拢断去，同款都挂落去。这叫做啥？毋知影小众之理。咱人拢自私自利，咱人的自私自利叫做小利，叫做短利，叫做近利。迄个利是小的，是短的，是近的，但是天地咱的利是久久长长的利。所以欲居自心，反不得心啊！这个剑刀刀，伊想要家己生就好啊，想袂到，反倒转来我就去做生。所以为什么清净人讲，咱人毋知影消动，咱含天地同在，不能与天地同在同共久，咱毋知影消掉的之理。为什么？咱人自私自利。研究道理，咱听道理就怎，互圣人甲咱教育，互圣人甲咱教化。互圣人甲咱教导，行向一条光明的路。所以透过无私就怎破咱人的有私，透过不自心破咱人的自心。就讲有法就有破，所有的法就是咧破咱人的心，咧破啊！若无咱为什么要紧较着听道理？所以透过即款就还在讲天地伊的。天长地久一定有个原因，一定有个道理。咱人的生命的短暂，嘛有一定的道理。所以说，自尊在这个无私负讲讲，减一分的私心，就增强一分的公心。咱的私心一天一天一直减，咱的公心就一天一直成长，这叫做消长之理。所以我就讲讲，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。修学道就怎要损咱人的无好的物件，一天也损，两天也损，一直损，达到啥？私欲尽尽，天理流流，减一分的我欲，则存一分的天理。咱人自私自利的欲，若甲减一分掉，天理就存一分。所以咱讲私欲尽尽，天理就流流。咱要叫私欲甲咱砍掉的、踢掉的。咱这种的无私的心、天理的心流露袂出来，所以先人讲，私者必消，公者必中。咱的私心来咱去消，公一定中。人讲人心若无死，道心就袂活；人心若死，道心就活。人心就是咱人的自私心，道心就是咱天地心。所以透过这段话，咱知讲，什么叫做消长之理，什么叫做不自心的道理？为什么会让达到天长地久？
咱透过这段，咱就会当慢慢去清楚了解。那么天地不自性，人家讲到天地大德，讲到天地大运。那毋是天地不自性，就无一切物件，无一切物件，咱要如何来生存？所以天地对咱有大运大德啊。如果天地之大德，活什么？活生啊！所以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上天有好生之德啊！所以天地对咱人对一切万物有大运大德，所以不自性共生即在生啊！就是因为伊不自性，大家共生。天地一切万物含体是从这个所在的共生啊。那么这个共生叫做大生，真正的生叫做伊的生叫做大，有偌大？但看我就去形容这个大有偌大，不自存共存而大存啊。天地伊毋是自己存在尔，伊含万物共存，这个就叫做大存。今内面拢有一个大哦，不自利共利而大利，伊无自私自利，互万物得到利，才产生这个大利。伊无自己成就自己，互大家拢做伙是叫做大成。所以，干那咱生毋是真正生，干那咱好毋是真正好，干那咱利毋是真正的利，干那咱成就毋是真正的成就。会当互大家拢成就，会当互大家拢得到利，这是真正的利，这就叫做真正的成。咱来看一个影片，这是外国影片，虽然听无咱慢慢看哦。మీరంతా చప్పట్లతో ఆ చిన్నారులను ప్రోత్సహించండి. The next event is 100 meters running race for physically challenged children. Give them a big hand.咱看这影片有啥物感觉？你来看，第一个伊家己咱这个冠军哦，伊要欢的时阵一定冠军啊，但是看到一个跋倒，输了要倒转来，踢砍起来。因为呢，我家己成毋是真正的成，大家拢做伙成才是真正的成。所以这个影片名叫做5万多数冠军。
毋是干一个人冠军尔，是大家拢冠军，迄叫做不自信。咱人若无自私自利，迄个画面叫做水。迄个画面有水无？足水个呢。毋像我今仔穿做水，人国言导作水，叫做水，毋是看迄个行为。所以看，当迄个动作做的时阵，所有人拢爬起来，甲伊鼓掌，甲伊赞叹，迄叫做水啊。所以咱人若无自私自利，就会互相扶持、互相帮助、互相照顾。迄种的感觉、迄种的气氛、迄种的世界、迄种的环境，迄叫做祥和，迄叫做和谐。当咱人自私自利的时阵，叫做啥？冷漠无情，会变得很冷漠，迄个心都冷的，都无情的。但是当咱人无自私自利的时阵，会当顾及别人的时阵，迄种的热恋、迄种的温暖、迄种的热情，你来看，迄个画面有水无？非常的水。所以天地不自心、不自尊、不自利、不自性，才产生共生、共存、共利啊！这当然是咧讲天地伊的无私。所以道生一切，天地嘛生一切。啊，都好好讲过，老祖圣人是照道来讲天地。咱拢知影道生天、生地、生人无生万物，那么天地嘛生一切。因此呢，道生极曲，天生地狱。道来生，极来甲伊养，叫做天生地狱。天来生，地来养。这种配合好势呢，所以道家母啊，天地也爸母的。拄则有讲过，国神不属是为天平，天平之分是为天地根，就是讲迄个母，是一体，是天地万物一切的根源。那么天地嘛是爸母啊，所以咱人啊，查甫的啦吼，查甫人要结婚拢安怎？爱拜啥？啊，爱拜天地呢？一拜天地爱2拜咧？那一拜天地2拜高堂，啊3拜咧？夫妻相。啊，夫妻对拜安怎？爱来咧？哦，大家拢知影哦。你啊看，咱人一个囡仔要结婚的时阵，爱拜天地，伊无先拜爸母哦，爱先拜天地。为什么？天生地狱，天地甲我生甲我养，天地是我的爸母，我爱先拜天地。所以讲道义宗旨，第一个怎敬天地，对道之尊，对地之敬，迄种的尊敬，为什么？天地有大恩大德啊，伊是母啊，伊是母啊。那么是圣人何其心而亲千会其心而生存，天地伊的无私讲了，要来讲圣人。就结经了看，天地讲了一定拢来讲圣人，因为真正天地含圣人，真正会当代表到伊。这代表着啥？圣人的智慧观啊！圣人看到天地迄种的巧妙，不自性个人中心，迄种的巧妙，透过伊的智慧才观察。所以看，圣人伊的智慧含咱的智慧就无共款。圣人伊知影天地道理了，伊会当把天地道理写出来，甚至可能借圣人的身躯来来形容。圣人伊的无私，迄叫圣人的智慧的观察。圣人的观叫做观天之道，即天之灵。观看天地安怎做，依照天地安怎做。所以圣人是天地实行者，天地是道的代表者，那么圣人是天地实行者，真正会当把天地这个道透过圣人的身躯去行出来，唯有圣人。所以老祖圣人才会照天地，才会照圣人伊的身躯，要来讲天地无私，要来讲道的无私。所以天地不自私其心，圣人也不自私其心。天地伊不自心个人中心，圣人不自心其心。假使讲圣人伊的身躯是自私的，就无今日个圣人。
咱的身躯是自私的，我拢为家己的身躯来拍算安排。但是圣灵的伊毋是哦，圣灵伊的身躯毋是家己的身躯。即咱后面就讲到。那么好奇心与心跟为奇心与心润，就是呐，圣灵伊知影心要甲放在什么所在，伊可以放在火，放在心，放在歌，到尾得到心准啊。即摆咧讲圣灵的道理啊，拄仔讲天地的道理，即摆咧讲圣灵的道理。头前讲天地不自心故灵中心，即摆讲圣灵伊的心要放在什么所在，才能达到心准。要哪放？要靠智慧呢？甚至在智慧当中，要有一份的无私的心。伊把这个心要哪放来实现这个身躯的无私，心要哪放才能实现出来。假使讲我的身躯放在我的家庭，放在我的子女，放在我个人，安尼袂当实现这个身躯的无私。可是圣灵，伊知影要放在火，放在心，放在月。伊就知影要爱我家己的身躯，所以老祖先人讲我买初心，我还初心。圣灵等啊，圣灵伊知影要安怎爱这个身躯，甚至要如何善用这个身躯。咱世间人叫做哪？我还初心啊！因为这个身躯，互我对了；因为这个身躯，互我得到优惠。毋过圣灵伊知影要如何爱这个心。甚至到善用这个身躯，伊用这个身躯成就自己，伊用这个身躯成就无量功德，伊用这个身躯无量成就无量的兄弟姊妹，迄个善用初心啊！假使讲白共款有这个身躯，咱毋知影善用，结果生死轮回的身躯，成一个凡夫的身躯。毋过圣灵会当善用这个身躯。成就家己的功德，成就家己的圣位，成就了天下间的天下，我爱初心。伊当爱初心，善用初心，才能实现这个新的价值。世间无任何有形的物件，无过比这个身躯较价值。但是透过无私的实现，这个身躯佫更加净值。身躯本身存在是一个价值，可是要如何甲用，它可以增值啊！伊可以净值，伊可以成就自己，伊可以成就别人，叫做哪？叫做净值，叫做净值。什么叫做新鲜？就是新的承担，大我相争。这个身躯讲好奇心、疑心的，这个身躯我先来承担。承担，迄种我叫做大我。伊的承担毋是为自己承担，伊的承担毋是为了家庭、为了子女承担，伊的承担哪为天下来承担。迄个生命有大无？迄个我变成大我呢，毋是小我呀？为什么？伊的身躯放在天下，伊的心放在天下，这个身躯是天下的；伊的身躯放在道，这个身躯是道的。伊的身躯放在众生，伊的身躯是众生的，那就唔是大吗？先有福禄，先人福益，先公何事？因为咱一个人，伊要承担责任事业，一定迄个有啊。后面我再来，我承受一切困难，一切艰难，一切劫难。到尾，咱得到这个快乐，先公何事？把空放在先，把家己放在后，因为私是自己嘛，叫做私己嘛。梵中咱以前讲讲，先天下之忧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。我想对，我想安是拍唔对。医生来怎？为天下来担忧啊！等候天下大治的时阵，伊才来快乐。迄种大我有相信无？因为哪，伊的心放在这个天下，伊要承担天下间的事业，是伊圣灵好奇心而新鲜啊！
咱要来讲圣人，为什么先有予咯？新的承担，咱来看孔圣人周游列国的精神。孔圣人若无经过周游列国，袂当产生伊的伟大。为什么？伊的心放在天下，放在世界各国，迄种的承担，伊的写心为天下的心怀，伊的心放在天下，离开家庭，离开伊的子女，离开伊的太太，你来看。所以讲，伊的幸福毋是干因太太的，伊的幸福毋是干伊的子女的，伊的幸福毋是干伊的家庭的，伊的幸福嘛是干家己的。所以离开祖国，要去周游列国。所以中庸才讲，君主之道是无比能的。讲君主之道有4项，孔圣人伊讲做无到。所求无主，伊是无外未能呀。我今日做人的囝人，做人的囝袂当来诱惑父母。孔圣人讲伊第一项做无到，为什么？父母早死啊！所求无成，伊是阮未能呀。我做人的信的人，袂当为国尽忠。伊讲孔圣人讲，伊根本做无到，为什么？伊离开祖国，离开家己的祖国去周游列国，袂当对家己的国家、对家己的国王尽忠，无未能呀。所求无第一事情也未能呀。我做人的小弟，袂当来照顾兄弟，我同款做无到。因为当伊要离开家庭去周游列国，伊的厝还佫一个兄弟，叫做名皮。这个名皮呢，伊的身躯有残疾啊。伊袂当踮厝内照顾伊的兄弟，伊讲伊这项做无到。所求哦，朋友先死是未能呀。对朋友生来是这个性，伊讲伊做无到。你来看，孔圣人周游列国，伊敢有朋友？伊虽然伊讲这件性我做无到，伊感叹为什么周游列国？伊的心放在天下啊。所以讲忧国忧民忧世忧道忧天下。你看咱人的忧拢有啥物？我烦恼家己的家庭，烦恼家己的子女，烦恼家己的某囝，烦恼整个安尼。可是这个圣人，伊的身躯忧国忧民忧世忧道忧天下。这个忧，这个承担啊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圣人的精神。伊行走人间，承担时代使命啊，在人间的行担，承担时代使命。所以当时有足侪文士啊，咧甲笑啊。伊讲哦，你和我讲，你在人间咧行走哦，要改变世道，这是无法度代志啊。你和我共款做一个文士，莫管俗事，莫管世事啊。孔圣人才讲。我鸟是不可无多闻，莫非斯人以道无谁无呢？鸟啊，和野兽无可能做伙。鸟有鸟群，兽有兽群，鸟到底和鸟啊做伙，野兽到底和野兽做伙，不可无同群。因无可能做伙，为什么？迄个对无共款。圣人和文士无共款。文士稳顿在清单内，毋过圣人行在人间。圣人和文士到底无共款的人，无共款的人。伊讲莫非斯人之道，无以是有呢？我今日无要和世界人行做伙，是啥物人要和伊行做伙？所以孔圣人周游列国在人间咧行走阵啊，和世界人做伙，要改变世道。要度化兄弟之怨，迄种的心怀，迄种的承担，风尘仆仆，心之类啊。周游列国14年，仆仆风尘，四处奔波，四处奔走，亲像丧家之犬，有路无事呢。迄种的良配，亲像丧家之犬，当时有文士咧甲笑呢。迄种的良配，亲像狗仔有路无处，四处游乐，心之类啊。迄种的落落，无经过、无行过，毋知影。若有出国开放，
去外国的前辈才就知影，心机落呀。所以伊当时在人间在国国封建的时阵，有人咧讲啊，讲你安尼四处奔波袂忝啊。孔圣人才甲讲，我是天生的劳碌命，天生劳碌命。什么人上劳碌？圣人上劳碌。阮事人伊无管世事安逸，伊啊，毋过圣人无共款，伊用伊的身躯来为天下。这个身躯毋是家己的，是天下间的。空国固然心危险呀，经过空国的时阵，互人认为叫做拥护。一直当时空国的人受诱惑呢，甲伊欺负。来霸凌啊，产生怨恨，看到孔圣人伊的面亲像养蜂呢，要甲杀，心含险境啊，心含险境啊。透过伊的地主甲伊安排，才脱险啊，心真险啊。小小花坛心知足啊，二大树骹咧讲咧，去互司马犯罪，甲臭树，行过路去甲扫骹叶，你啊看，这毋是侮辱吗？心知足了，承受偌济危险，承受偌济劳苦，承受偌济侮辱，因才全有心知困难。修办道安尼，周游列国安尼行到修办道修到讲安尼无饭通食，你也想，7天无人吃，倒也倒，病也病，走也走，死也死，你也看。身躯向困掉的去，所以有在讲君主国强的。所以看一个人圣人要成就圣人，伊这个身躯所受的劳、所受的险、所受的辱、所受的困，才产生圣人的伟大，才产生圣人的伟大啊！咱讲大禹治水精神，这个传说、这个故事、这个事迹、这个形仪，咱大家拢知影。伊大禹治水的时阵啊，心的心担人啊，善有福乐。伊的老爸治水无成功，舜帝派伊去治水，伊感觉讲承担着呐非常大的责任，因为天下间的百姓受大水残害，迄种忧患啊。伊必须要去承担，去完成。在迄个过程内，劳心教书，大公无私啊，劳心劳力，这个辛苦有使讲非常的，这个辛苦会使讲非常的勤劳，非常的劳苦。迄个心思啊，用尽心思要如何治水，啊讲劳心劳力啊。身躯嘛劳，心嘛焦，各有急的，用尽一切要来治水，大公无私。三道家门心力不入，在治水13年当中，经过家己的厝3摆无入去，你也看，那咱毋知入去袂吼，佛法一定入去的啊。听伊讲啊吼，第一摆。听讲伊下面太太结婚了，无几工就去治水啊。那么伊第一摆经过伊的厝，拄好因太太在生。伊经过因的家门的时阵，因太太在生，来到人知足可怜、足辛苦、足痛苦，老母咧生囝。厝边的人讲：你入去甲看卖啊！伊无入去呢，听拄啊等到咱囡仔生了，换一声才离开。无行平安才离开。第二届，佮经过时阵，因太太抱一个囡仔，毋知几岁啊抱的，你家己个手啊，个手苗敢有入去？无入去。第三届已经10几岁了，10几岁啊！伊经过因厝时阵，甲因囝头蒙蒙的，伊讲哦，爸爸啊，要治水也无用。佮离开啊，3个家人生了不入，为什么？还要先忧后乐。伊的身躯担着忧，身躯担着乐，
我爱先天下主要我要先天啊，敢会有我去承担起来，等候一切完成了，我再来含人共度。乐而忘心率先随缘啊！乐苦迄种的乐，袂去家己的身躯，率先垂粉。伊咱呢立下迄个典范，大公无私的典范，比别人较大声去立下迄个典范。所以咱讲，大禹治水三个基本就不入，迄叫做啥？好奇心与信心，先有无咯？迄叫做承担。当然，人一个承担了后，伊的心就放在哪？放在我。伊也犯咱道场诶，咱的经验，咱的典论，咱的前辈者，当伊有承担的时阵，离开家己的家，离开家己的家庭，某囝、爸囝、某囝、兄弟姊妹，出国开放。为什么？他有承担。迄个啥？伊的承担。咱多讲空性灵，咱多讲大禹圣灵，咱来讲伊应圣灵，伊的承担。伊一开始呢，温馨建立以道自乐的，伊一开始呢，稳顿在深山内建立当中，以尧舜之道自乐，都快乐的呢。伊就哪以道自乐，但是呢，有一次呢，唐王派使者去甲聘请来做伊的宰相。伊讲啊，你送来礼品，含我以尧舜之道的乐袂比一啊！你搁倒转去啦？搁倒转去？到第三摆，伊的心，整个生命，整个内心，世界做一个转变。伊的生命整个就是个转折，献身于世。伊讲啊，伊讲我今日伫即个所在家己做咯。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，我通帮助唐王，互唐王成为过一个尧舜，互唐王的百姓做为过一尧舜的百姓，安尼是毋是更较好呢？所以透过迄种的生命转折了后，献身在这个世间，帮助唐王推翻结王，在这个所在来啊，伊呐回笑向大啊，忧己急着。本来伊的乐是小乐，本来伊的心是小心，但是向大向大，伊把伊的利放在大利，伊把伊的心放在大心。由自己到一切大众，即个过程经过哪生命的转折，伊独自乐乐转众乐乐啊！伊讲我今日家己快乐，这毋是真正乐，我爱转到互大家拢本来乐，所以才讲啊。我天地生出人啊！上天生这个万物，首先你甲互你守以先觉甲佛觉，所以咱人在这个当中，圣人人啊，先知先觉者，咱百姓一切的万物叫做护知佛觉者。那么护知佛觉者爱做啥？靠先知先觉者来甲你引导，来甲你开导。所以伊应圣人，伊讲伊是上天所生的人。伊是一个先觉者，伊爱以先知甲护知，以先觉甲佛觉。伊讲我呢，就是天命的先觉者，这个天下间这个重任，我要甲担起来。你甲想，当时是一个稳事哦，伊把伊的心稳起来，家己伫遐家己自乐自我快乐，但是当下伊。去到亡了后，转向生命转向，帮助唐王治理这个世间，要互唐王成为这个尧舜，要互唐王的百姓成就这个尧舜的百姓。伊讲啊，天下间有一个一男一女，若无互受到尧舜之道的人，
亲像家己家塞落去沟底，迄种的罪过。所以因此呢，伊要把这个天下这个重任甲担起来，以先知甲后知，以善甲苦教，是以圣人互知心而心性。虽然人成就这个圣人，一定有原因，一定有一个原因啊，一定有一个道理。那么讲了后，圣人讲了后，重点在咱家己，反观自心，敝心何处？圣人伊不自心敝心，成为圣人。那我咱今日但凡有这个身躯，我这个身躯要甲放在什么所在？要放在什么所在？因为这个心会使讲非常的重要。心正气啊，在道之气，风道之气，生道之气。放在家庭，这个身躯是家庭的命；放在子女，这个身躯是子女的心命；放在道，这个身躯是道的心。所以心正气啊，在道之气，风道之气，生道之气。而且咱要成功，就咱要办道修道，拢要靠这个气。这个气到底是动气还是输气？这个气叫做大气还是小气？所以话，咱的前面咱的点传书，因下心办道，这个气叫做动气，这个道的气，伊的身躯已经奉献在道场，奉献互兄弟姊妹，这叫做公气。甚至灵感要成道、要封道，拢要靠这个身躯，所以这身躯要甲放在什么所在，非常的重要。非常重要，所以讲因此咱华佛师尊才咱讲啊，讲教于后天还业者，互联沦落有因心，轻于先天性业亡，明代千秋万古存。咱放在后天，放在还业会好业，厝会好，甚至这个身躯都公平，放在后天是安尼。毋过放在先天就无共款，会当放在先天，勤为圣天、为圣业、为先天就无用，明代千秋万古存啊。所以圣人互其为其心而心存啊，伊的身躯会当存落来，伊的精神会当存落来，为先天圣业咧办，共款意思哦。咱今日有这个身躯，去到三座普渡会当。参悟修办，咱的心内咱的身躯，咱的心内放在先天，灵感嘛当明在千秋万古存。这毋是讲圣人尔，任何人拢可以。关键在迄个心要放在什么所在。咱要放在所在，放在哪？退书分忧，心淡思念。今日咱若是个三座普渡天道讲者，要来参悟修办，咱要如何来退书分忧？咱要如何来承担这个使命？无迄个机会。这个身躯永远放在家庭，永远放在自己，永远放在后天的事业。所以咱就先我甲你咨询啊，讲这讲的天道人啊，三座中庸在经上。担起正义道理合讲净化人心当天。咱是这讲的道理，三座的重要在经上。师尊如果担着三座的重要，咱是伊的弟子，咱就是伊的道理，当然师徒同款拢有这个责任，爱担起来，道理合讲，道理要合，道理要讲，要净化人心当天了。无透过去讲道理、说仁义，无去讲这个义，讲这个道理，要如何净化人心？要如何办这个咱人的天命？所以这个身躯来看，这个身躯放在三座重要的身躯，这个身躯就无共款啦。这个身躯伊的价值佫无共款啦，未来的成就就佫无共款啦。第二，不着道古人而现心而道。咱知道道了，就讲实在话讲，不可逆道，逆道不行。咱若把咱知道道了，修道了，把道藏起来，无现心而道，叫做自私自利。自私自利啊！我甲你
因为呐，咱无要把这个身躯奉献这个道场兄弟姊妹，叫做自私自利。这嘛是咱当时所求道的原则啊，嘛毋是啊。所以老先谈主笔啊，为天道真理而后面为世世化人而服务。你看，一个身躯会当为天道真理来后面，把这个生命放在天道真理，所以这个生命叫做啥？道的身躯。为世世化人服务，来服务这个世人，你看，这个身躯有功能无？这款道理，其实咱有听过，但是咱是透过这段话，透过圣经的道理，咱来做一个形容，做一个描述。咱愿意无？愿意来效力无？愿意来服务无？那呢？这个身躯是道心，这个身躯是道心，这个身躯是众生的身躯啊，毋是干咱个人的。所以咱今仔日自修万道以来，咱的身躯毋是家己的身躯啊。今仔日。咱会点传出咱的经验，人几点要点到去就行，家己的工课放的，无讲迄个无碍。这个身躯是道场的，这个身躯是兄弟姊妹的，这个身躯是上天的，已经无共啊咧。今日身为办道人员同款，道场有啥物工课？这个身躯要去付出，要去付出，道场的身躯啊。身为一个讲师的人。要去台中，要去花莲，要去台北，同款这个身躯爱去，为虾米？这个身躯是道场的啊，已经毋是搁在家己的身躯呢，已经是啥？咱道场的身躯，咱兄弟姊妹的身躯，不独修自吼，而弘道利生啊！咱毋通家己修家己好了，要去弘道利生，透过这个身躯来弘扬大道，使我兄弟姊妹搁得到迄个利。咱师尊过去做人讲，让千万人得到智慧之光，让千万人沾到天文的活动，让千万人救人出道，会当怎占光啊！你要看，咱你这个身躯会当去弘道利生，会当吸引偌济人，千千万万，虽已经建下了重生的生命。这个人关系了偌济兄弟姊妹的福命，所以我是虽然讲啊，众生因我而得救，我因众生而成就啊。因为咱会当去弘道利生，兄弟姊妹因为咱得到救，咱嘛因为兄弟姊妹得到成就，这个叫不自性的道理啊。所以真正咧，这个身躯是消一个利。这个身躯是一个利呢，咱要如何去发出这个利呢？利这个这个公心。那么导入道体参悟修办，这个身躯叫导入参悟一切的修办。所以咱老先生讲啊，把自己的生命与圣道的前途结合在一起。圣道的前途，咱家己的生命，把自己的生命与圣道的前途结合在一起。因为圣道的前途，要可能大家去参悟修办，唔通道场的前途和咱家己的生命无结合在一起。所以当咱今日融入导入道体参悟修办的时阵，这个时阵咱的生命和圣道的前途结合在一起，为圣道的前途咧打拼。这是结合，这都是咱老先生鼓励的。伊过去若无经过这段心路历程，伊就无法讲这话呢。所以咱老先生我大医生，伊就是伊的生命奉献在这个圣道，打拼圣道前途，伊是和圣道前途结合在一起。那么为其心而生存，拄啊讲圣灵护其心而生存，即摆讲为其心而生存。什么叫为其心？付出其心，奉献其心，牺牲其心，把生命交出来，奉献出来，在这个外口，甚至把家己的生死、家己的生死好福吉祥、荣辱生命，就是甲藏在我。
所以你看，愈会当把生死置之度外，这个身躯愈咱存在。所以你要看咱圣人伊咧讲的道理，伊啥物讲为其心而心存，咱身躯愈付出，咱身躯愈奉献，咱牺牲，咱的身躯愈牺牲，这个身躯愈会当存落来。比如讲啊，咱一粒种子，这粒种子的牺牲，伊的付出，伊的奉献了后，更加侪种子，更加侪生命存在，有无？这粒种子若无去付出，若无去付出，若无去牺牲，这粒种子是家己一粒种子尔。毋过当这粒种子伊牺牲了，成就了千千万万的种子，迄叫做存啊。迄叫做不自性的道理，迄叫做为其心而心存的道理。咱来看一滴水的启示。过去释迦牟尼佛问伊的弟子，伊讲这滴水要放在什么所在，袂叫我打去？这滴水要放在什么所在，伊会当深，会当宽？啊？啊？大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水若放在大海，伊就变深变宽，迄叫做存啊。为什么？迄叫做融入，迄叫做啥？融入道体，投入道体，融入群体。因为水的融入，伊会投入落去啊，含整个海水融成一体，伊含海水并存啊。同款意思，咱的这滴水非常的渺小，非常的短暂，放在土骹，连面打去。咱的身躯都渺小、都短暂的，短数十年就无存在啊。毋过会当即个牺牲奉献，投入道体、融入群体的时阵，这个身躯可以存。重点在这个融入、投入啊。因为当咱融入、投入的时阵，这叫做活，把这个身躯甲放在活，护其为其心而心存。道理啥相应的意思？道理啥伊的伟大？讲起来呢，伊为着啥？为着强人，为着病人，乞食孤独人，被放杀的人，强要死的人，一生的奉献，付出伊的爱，奉献家己的身躯，牺牲家己的生命，牺牲家己的青春，为着这个人，无私的爱，无私的奉献。由一个修女甲一个圣女呢，一个足普通一个修女呢，为什么到尾修一个圣女？为其心而心存。迄种为这人咧奉一世人，伊的生命投入来这人内底。所以要看，这个人一人一生，这个身躯要放在什么所在，迄个关键非常重要。同款意思啊，咱一个凡夫的身躯，嘛能修一个圣人的身躯，超凡入圣。所以，咱嘛伊的一生，伊的过程，伊家己自勉啊，讲爱着爱到痛心，这是真正的把心拢奉献，无少一切交出，这是堪称叫做爱。若讲真正爱到迄个极点哦，迄个心会痛的。老母这爱囝疼，这个囝若安怎，迄个心就痛。为什么？伊太爱家己的囝，迄个心爱到会痛，这是真正把心拢放。迄种的急，甚至无少一切交出，把生命交出来，奉献出来，这是堪称迄个爱。莫怪伊心就是一个圣女啊。成老这人以心信道，敬业牺牲。那今日讲到咱道上，成老这人，伊个伟大的所在在哪？以心来为着来牺牲，来敬业牺牲。我来讲一下。当时37年的时阵，美国37年的时阵，迄阵发生了哪？道难，在道上发生这个考验。所有的老先人，含一切前辈，才拢来到天顶骗人，拢是咧
讲伊咧劈迄个导弹啊。那么938年时阵，哈尔滨去互共产党去抄不等啊，一万几个导线拢去互共产党掠去。当时呢，共产党有讲一句话啊，伊讲一尾大尾鱼掠无着，叫走去，掠无着叫走去啊。那么先老千人在天津知影这个消息了，非常的心痛。伊甲中老千人讲，甲伊请示啊，伊讲伊要倒转去，老千人甲伊讲咱真无简单，已经倒出这个虎口啊，毋袂使要入去，你若入去稳死的。伊跪遐甲伊请示，甲伊要求。咱中老千人同款毋答应，一直请求到尾才答应。伊非常的欢喜啊！伊讲我这个身躯已经老啊，财产嘛尽尽啊，一个查某囝嘛写身在道场啊，我无啥物烦恼啊。我今仔这个身躯已经从要死的人，佮咱为着来牺牲，一来换万，安尼有价值。所以咱老人，咱是嘛渐渐以心信德，顶尖牺牲，慷慨关心，从容赴死。什么叫做慷慨？把生命把关出来叫做慷慨。咱要把这个生命讲关出来咯，甚至真正要行向死路一条，很从容的。为什么？迄种的心叫做过疑心啊。当咱人一个身躯无去计较这个生死时阵，较能从容。为什么？已经决定啊，已经下决心啊，要来为道来牺牲。人在道行，人去道行啊。人伫的，甲他行道；人若无伫的，叫做行道。来讲，当时咱厝村人讲，一样生，百样死。迄种的生，大拢共款，爸母老母生人换一声，大家生拢共款，毋过无共款的死。伊讲破病来死嘛是死，车祸来死嘛是死。玻璃水来死嘛是死，飞机失事来死嘛是死，烧烤冤家来死嘛是死。那么这个死是不可敌的，我临到要死我唔知呢，这是不可敌的啦。但是为着来死，为着来安排是可以为着来死是可以安排哦。但是我要为着来死可以安排。先老千人啊，为着来死啊！所以咱有法谈主义啊，讲生的意义叫做死的价值，伊大生的意义人在道行啊，人去道行叫做死的价值。所以在这个生死的当中，咱要如何来用，咱要如何来扛，咱要如何来处想，那叫做啥？为其心而生存，把生命牺牲了。靠，把这个生命搞出来，变到这个辛苦咱存，俾咱大人后壁来讲。你要达到迄个慷慨，迄种嘅慷慨，咱人啊，你讲要摕只物件来互人，就摕袂啥会出来呢？要把这个生命甲搞出来，甲管出来，无简单啊！为其心而生存。好了，证明咱的五大牺牲，其实这咱大家拢知影，为什么咱要搁讲这个物件？伊的五大牺牲财产尽尽，伊把伊的钱来奉献在道场，迄叫做大义啊！义者利啊，迄叫做大义啊！牺牲名誉难堪，离开家庭，离开某囝，离开太太，离开家己的子女，离开家己的兄弟姊妹，是一个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的人。牺牲名誉难堪，为之大人啊！自离开家庭就无得倒转去啊，囝也无照顾，爸母无照顾，太太也无尽到迄个期，也无为太太尽到迄个期。牺牲名誉难堪，有迄种家族症啊，迄种家庭的恩爱，迄种的情，迄种的爱，来升华叫做大爱，叫做道爱，叫做道情。
有是大慈啊。牺牲伊的性命不顾，你来看，当时大陆的时阵，那讲兵荒马乱，是一个战乱的时阵，也要收刀办刀，迄个性命随时会无去，牺牲性命不顾，在台湾、香港、大陆安尼走来走去，牺牲性命不顾，甚至所牺牲的功课无价，无咧计较这物件。那叫做啥？大义、大仁、大慈、大勇、大智。所以当一个人牺牲了，成就大仁、大智、大慈、大勇、大智了，把这个身躯一切，这个身躯所有的物件拢甲奉献出来，牺牲掉，普天下之人，谁能如此愿啊？现在咱个人为什么人有咱愿意要做到这个五大牺牲？咱是做一个因素，咱无去介绍，无去解说，互咱知讲为牺牲而生存，也透过这个牺牲。咱人愈牺牲，这个身躯愈咱存在。人讲惊死就无一定，惊死毋是袂死呢。贪生无一定是咱终生呢。愈无惊死的人，愿意牺牲人，伊的身躯就共阮愈咱存落来。所以咱常常人讲哦，一人自觉性命，一得自能担当。要达到为牺牲而生存，伊的性命一定要自觉。这个性命关键，这个性命会当来为道牺牲，为道来顶尖，这个性命才是真正的价值。一人自觉性命，一得自能担当。对啊，拄啊孔性命，拄啊迄个大夫性命，拄啊迄个医院性命，到尾咱老前面，到尾到迄个啥伤呢？一人自觉性命。所以性命的自觉非常的重要。有大觉悟，才有大担当；有大担当，才有大牺牲；有大牺牲，才有大成就。所以咱这人伊觉悟愈深，伊的担当愈大；伊担当愈大，伊的牺牲就愈大；伊的牺牲愈大，到尾伊的成就就愈大。为牺牲而生存。所以成就按对来，按牺牲来。那么这边叫做生存，叫做不系之道，随事有生。人有哪会当袂死呢？天地可以天长地久啊，迄个寿命久久长长，咱这个身躯咪当袂死啊，随事有生。迄种的典范，迄种的道范，永存永存啊。所以咱若去看迄个个别式啊，拢敢先嘛。迄个别式拢会使呢，典范、道范、永存、永存。圣人的典范、圣人的道范，永远存在这个世间，来自了伊的贵基心啊，来自了伊的新鲜啊。以小胜之大，短暂成英雄。这个身躯是小的，是小的，毋过到尾会当成其大。以小我成就大我，这个身躯是短暂的，到尾会成就英雄。为牺牲而新鲜，不自性的道理，无私的道理。生活之心才是真啊！透过这个身躯的牺牲，到尾就怎要成就生活这个真。若讲照价之真，以价来成这个真，就是这个为牺牲而生存。所以圣人与天地平衡，同其寿。讲到尾，我天地不自性，故能众生。圣人为牺牲而生存，变到尾，伊当天地平衡，同其寿。一直天地无私，圣人嘛无私。那么既然天地无私，圣人无私，圣人就敢含天地平衡，同其寿，同中求。非其无私也，故能成其事。这敢毋是咧讲伊的无私吗？这敢毋是咧讲天地无私含圣人的无私吗？到尾才当成就伊的事。换一句来讲，咱人愈自私，愈袂晓成就。一个人伊也愈无私心，到尾伊愈成就。迄叫做啥？无私之道，成就自己。
讲无私最多到尾咱啊要成就自己，别人有可能无成就，毋过伊到尾伊成就自己。无私成其大私，无我成其大我。所以天地不自私，其心故能长久；圣人不自私，其心故能生存。迄个叫无私之道，非以其无私呀。你敢毋是讲无私吗？迄叫做啥？迄叫做肯定，迄叫做相信，迄叫做公道，迄叫做公平。天道无亲啊，天无对人人较好，上有善人啊。天对人人无迄个偏私，无讲啥人较好无，看咱安怎做，天就互你成就，天就互你。迄叫做即段话，互咱讲。这种的肯定，这种的相信，这种的公道公平，永远袂变。圣人要讲这个话，是都透过伊去参悟迄种的智慧所讲出来的物件，是永远袂变的物件。放下天下该准啊！袂讲即马讲是相信的，是肯定的，以后就袂毋是共款。只要咱照安尼做，就可以咱成就自己。所以，华世尊在这无私有人讲，观天地无私，福在万物，故能生其大。伊着无私福在万物，到尾成就伊的大。如果无讲照万物，故能生其灭。咱讲天无私照，日月无私照，这个天下跟这个宇宙间，才能成就伊的光明。圣人无私，的话重新故能生其我。这个物件，咱老师甲咱讲叫做啥？融合结论到啊，拄啊，天地不自性，故能长生，圣人为其心而生存，做一个啥？做一个总结。那么山海无私，不却宽恕，故能生其国；山海无私，不可观流，故能生其清。把天地日月山山河海讲甲非常的详细，伊的心按对来，伊的看按对来，伊的无私，不止不屈，到尾成就自己啊！这个讲无私的道理。抗君东怀，无我无私，以相信光辉，心性之美。讲到尾啊，甲咱苦劝，咱来东怀，咱时咱的心怀着无我无私。咱人愈无我，就愈无私；咱人愈有我，咱人愈自我，就愈自私。所以，今日讲无私，就要破咱人的有私，要甲咱破啊！无私是大利，咱自私是小利，是自利。到底咱是要大利还是小利？到底咱是要中利还是短利？抗君东怀，无我以相信光辉，心性之美。把咱内在迄种的光辉，甲发挥出来，伊是哪私欲甲咱蒙蔽掉，咱迄种的光辉，咱种无私的光辉显露袂出来。那么透过就这种无私教，天地无私，圣人的无私，到尾啊，咱是毋是做一个效法？做一个效法，做一个转化，做一个转换，一直修学道，就是哪做一个转变。我过去自私，但是我都学到了，我的心一定爱愈来愈无私。我过去的心都减矮，但是我学到了，我的心爱愈来愈宽阔。我过去愈自我，即摆愈来愈无自我，一直改变，一直改变。到尾，咱的内在光辉才能发挥出来，亲像圣人，亲像神，迄种的水，到尾才能和圣人同在。还佫10分钟。听一首歌，我有悲的呢，若无有悲吼，这讲紧讲蛮袂停的呢。所以还有5分钟，咱来听一首歌，叫做《观音悲愿经》。他说讲观啊，听了时间还袂够，赶快可以下课，安尼无？叫做《观音悲愿经》。天上吊，人爱讲好家己笑的哦。
咱在这首观音闭月桥的歌声，咱才做一个结束。今日华法所报告学习的，就是巫师将这个天地、这个性命的巫师，互咱做一个做一个回光返照。此后，在生活的过程，在人生的过程，咱要如何来善用这个心？像这个心，啊无人心难尽。咱有这个身躯，会当好好来去发挥这运用，透过修办到这场人生这条道路，好好这运用，去发挥，到尾会当成就自己。那么时间啊，都有几分钟的时间，了解，互我非常过心，甲咱讲无够，给咱头讲减了。互我第一间讲都讲无够，我紧啊，第一间尔，要甲互我运用一下，以上报告有甲咱麻烦的所在，有偏差所在，咱自会当互我麻烦指正。所以头先咧，给我万事如意，道路方便，以上。大众请起立。感谢王者之慈悲，贤道鞠躬，坤道鞠躬，请坐下。那候选这边2件事情报告，那个我们等下只能用餐时间是从12点到1点开始，到1点结束。那等一下在下午1点之前，希望所有的前贤大德都能够提前就位。